國民喺呢幾年面對不同嘅壓力，食物價格暴漲肯定係其中之一。總理卡尼喺近日宣佈一項名為加拿大食品雜項及基要福利 Canada Groceries and Essentials Benefits， 用意就係希望舒緩低收入家庭喺呢方面嘅壓力。呢項主要為低收入家庭而設嘅額外福利，除咗會由今年7月開始嘅未來5年將每季嘅貨勞稅退稅 GST credit 增加1/4之外，仲會最遲喺今年6月一次過再加50%。咁咪即係話一個4人家庭今年最多會收到1890蚊，比而家嘅計算方式所得到嘅1100蚊多790蚊，而喺未來4年每年就會有1400蚊。至於單身人士，今年會有950蚊，比新政策未落實之前嘅540蚊多出410蚊，而喺未來4年每年就有700蚊，預計全國會有1200萬人受惠。要攞到貨勞稅退稅，必須滿足以下3個條件，包括必須係本國嘅稅務居民，年滿19歲或者細過19歲，但係已經有配偶或者已經成為家長嘅國民。而最後一個條件就係一定要向加拿大稅務局 CRA 申報最近一個年度嘅收入，亦即係所謂嘅報稅。即使只有些少收入甚至冇收入，只要符合最低收入要求就可以。而相關要求就要視乎家庭類別同大小等等而定。而根據渥太華提供嘅例子，一個年淨收入25,000蚊嘅單身耆英，今個財政年度總共會多收402蚊，其中嘅267蚊係一次過嘅增加，令總額去到950蚊。而一個年淨收入4萬蚊，有2個子女嘅4人家庭，今個財政年度就會總共獲得1890蚊貨勞稅退稅。政府今年仲會有3次分派貨勞稅退稅，分別係4月2號、7月3號同10月5號。今集嘅溫家情到呢一度，下集再見。